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群妹。好，大家啲福起来咧，看到阿群妹就会想到讲，阿群妹今日要手机买个好色咧冇？唔系啦，今日好，我要同大家来手机测温。测温呀东西唔单枪做得拿来食，还做得拿来用哦。莫见看福起来咧，看色咧就想讲，测温枪做得拿来食。其实啲生活当中，测温有同多用途哦，比如讲粘布的啊，做东西啊，做编织啦。今日我同大家来手机，伊咧也系已经当小人用测温直接来做出来手工的哦，我都也测温做嘅纸。有时候当贴片膜，其实呀，测温做嘅纸啊，看起来就很有手感，很有温度。故所今日节目当中就要来同大家来手机哦，细细格格来分享今日节目里头邀请到的来宾来分享呀，做纸的同后生嘅后生人分享陈思怡分享。大家好，我是陈思怡，今日同欢迎来到呀。好，同大家来分享做纸哦。其实一般平常嘅知识当中，ND 头摆平常用嘅纸都会用这个纸浆做的，纸浆是从树来的。那当然可能没有呀再生纸啊，按用嘅利用。不过其实你根本你爱同大家来手机系用测温测价拿来做手工纸，对不对？像按用测温做的拿来做手工纸，一般来讲有哪的测温做的拿来用？一般来讲，我们都是用禾本科的植物。禾本科就是像莢诶、雷嘅啊、甘蔗算吧？甘蔗哦，稻草、蔺草这种都叫禾本科。还有莎草科。对，禾本科跟莎草科这两种植物都得拿来做纸。那做嘛嘅系用呀两种体型嘅这两个科的植物来做呢？一般是来说，就是从以前就是比较大部分人会拿这些拿来做纸，另外还有一些是拿像凤梨的纤维，还有你刚刚讲到的像是甘蔗的纤维这些。对，所以其实我的理解来讲，应该是说有纤维、有纤维的东西，对，就比较可以拿来做纸。对，就是看它的纤维，植物纤维多不多这样子。那像是你刚刚讲的，像是稻草啊，也还有蔺草啊，也得有臭味，你都是用测温，因为测温有那个根茎叶嘛，小时候上生态课本有上到。那是用哪一个部位来做纸比较适合？我们通常做纸都是拿植物的茎或叶子的部分。像我们举例来讲，像构树的树皮。构树。对，构树就是现在最大宗在用的。怎么办？我现在脑袋里面没有构树的图片。构树它长得就像一般的树，你要去特别去认识它。这不是废话，好啦，开玩笑，就是树它会有树皮嘛。对，那构树也是用树的。它是用它的树皮的。就是树皮。有相片。太好了，这个就是构树。这是构树的树皮。构树的树皮。对，然后因为它树皮上面有蛮多的纤维，粗纤维，就拿来利用这样。然后可是它的树里面可能太硬。本身太硬，就可能比较不适合拿来做树的一个纤维。底部的树筒是没有办法拿来做的，不过外层的那个树皮是可以，比较适合。对，还有像竹子的它的茎或叶子。竹子的茎就是竹子本身嘛。对，竹子本身，还有它的主叶。对，它就是它纤维比较多，还有像姜黄。姜黄，对，它就是一个绿色的植物，然后它叶子长长的，像粽叶那样子，粽子的叶子，比较小片的粽叶，因为姜好像也是差不多叶子是长这样子。它是算是绿色植物啦，对，用它的茎跟叶子来做这样。茎跟叶子，然后根就是姜了嘛，姜黄嘛，对不对？它就是姜黄，就做出来是黄色那种粉末。对，故说姜黄本身也是，姜黄本身也是可以拿来做纸的。它姜黄本身也是可以拿来做纸。还有其他比较一般大众比较常用的造纸的植物吗？像我们大众比较常用的造纸植物就是构树嘛，竹子、姜黄，然后另外还有像稻禾以前在日本时代也是拿来做纸。稻禾是稻子的叶，稻子的梗。稻子的梗，对，还有梗呐，对不对？莢梗，就是稻禾的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像苎麻，苎麻因为跟麻的那些也是纤维质很多，对，就大概这5种是最常用的一种
做纸的植物这样子。不过头摆东东人工呀，你们有特别把在苗栗做出来的纸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客家粗纸。客家粗纸呀，粗纸为什么特别要把它冠上客家呢？为什么它在地会有这个特色？客家粗纸啊，因为我们是在苗栗客庄在制作，所以我们把它取名为客家粗纸。不过粗纸以前嘿头摆人都有按用含这个纸叫粗纸，对不对？以前是没有，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是想要区别于其他地区的造纸的用途，所以在其他地区也有在造纸，只是用途不一样。对。那客家粗纸的客家粗纸，它有个特色就是我们把它叫做不能写字的纸，对，不能写字的纸，因为它是比较粗糙，然后我们就是其他的可能就是在文化用纸，是像宣纸那一类，就是特别做出来然后写毛笔字很滑顺，你写毛笔可以。对。然后我们是想做一些生活上面的运用，所以是有叫做不能写字的字这样。嗰种客家粗纸就係苗栗做出来的字，头擺苗栗做出来要的字，其实都不是拿来写诗嘅，对，就是一些生活上面的运用。像生活上面的运用，其实沒有懂到，不過詳細有那種用途，等下再個同大家講。不過既然今日要同大家來分享用植物來做紙。今天阿 Q 妹又要本人考試哎，又要來考試，對不對？那其實考試是因為考試考退以後，我可以去拿扭蛋機，我是有獎勵的。故說我也下二來團開呐，要來連看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們做得來看下，我有各種無共用的紙哎，我有6種不一樣的紙，對，6種不一樣的紙，就是有薑黃啊、構樹，還有台風草、油桐、野薑花，還有荷葉這6種不同的手抄紙。没错，我有6種手抄紙，我找不到我的筆，我找到了在我屁股後面，對啊，所以我有6種紙跟這個6種植物的名稱，我來連看，做一個連看，對吧？這也太難了吧！因為我唱做的來看這個植物的香味，我來判斷講上來佢係可能係乜嘅植物。对啊，我先来从纸的外观来判断好了。你看吃肉秋亚种纸，这张纸的纤维非常的粗，对，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纤维很粗的东西，所以我猜它是树。它是树，对，没错，它是真的真的。好，你这题先跟我讲，我等一下我要自己作答。所以我猜这个是构树。对，这是我的判断。因为我吃到香味东的，古手给黑酥诶。韩公生哈了，刚刚有讲到说那个姜黄嘛，姜黄给做个字可能会有一些黄色。然后我在这里看到比较姜黄是植物，姜黄绿色，绿色哦，是绿色是不是？可是这里没有绿色的纸啊，只有比较偏黄的纸。那好不管，好啦，我不管，我要猜姜黄。这个姜黄。台风草也是叶子比较长条形，一条一条的那种植物嘛，对不对？对。等一下，先略过，太难了。野姜花，我觉得这个，这个好像比较像野姜花哎。好，野姜花，然后荷叶这个好了。哎，我也不知道该用给攀登，跟就吃到油桐可以拿来做。油桐可以拿来做，所以油桐还用油桐跟叶呗。油桐它也是茎跟叶，树皮跟叶子。对。那它应该也蛮粗的耶，糟糕，那我选这个好了。然后还有台风草。那好啦，这样好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公布答案。好，可以公布答案了。好。怎么办？当当。有没有跟你的一样？好啦，我们来直接看你的答案板好了。你知道阿 Q 我应该唔错嘅题目太多哎。像我们这个就是我的第一题就猜错了耶！我的第一题，因为我知道它的纤维很多，我直接把它猜到构树，我没有想到油桐其实也是树。对。所以第一张是油桐是蛮粗的，它做出来的是粗纤维这样子。第二个构树做出来的纸竟然这么细。对啊，因为构树可以做的就是蛮一丝一丝的这样子。然后姜黄是灰灰的颜色。对。姜黄它就是有点，因为它是用叶子跟茎去做，所以它
它这个其实不是灰灰，是它比较绿的颜色，但是它做出字了就变时间久了就是比较有点褪色这样。哦，但台风草做出来的却比较偏有点黄绿的感觉。对。哦，这是它测不给笨蛋给提因为它醒。就是每一种植物做出来的纤维质浆不一样。哦，不够像是荷叶它做出来的纸很像那种美工纸，它是底是白色，然后会有亚贝都当狗。为什么它做出来会是这个颜色？其实这个荷叶啊，它其实是有加白色的地方是再生纸。啊，对，然后它旁边其他的这个小花就是它荷叶去做一个装饰这样子。对。然后野姜花做出来的也是米白色的纸。野姜花的纸就是它看出它是一丝一丝的感觉。对，哇，其实像按用一般来讲，爱回答一个问题，应该爱有累积一点经验才可以回答出来嘛，对不对？大概要学习过才能看得出来。你去好的研究这样看得出来？我大概就是学了到现在大概1年左右。这样看得出来。才大概看得出来，有时候还是会认不出来。哎呀，那我眼冇看出来，根本就小 case 啊，冇办法啦。当做颜色要得测不做出来嘅字，因为俺平常时可能冇办法一般颜色按到冇去用嘅测不做出冇去用嘅字。不过虽然俺唔错嘅，不过既然扭蛋机都带来了，俺等下还要扭蛋，俺先休息一下，等下倒转来再过来看阿 Q 妹扭蛋哦。好耶！当我哋影下嘅扭蛋，阿 Q 妹请好去扭蛋呢。唔过啲节目当中，我做乜嘅爱扭蛋，叫每嘅来宾做乜嘅要去带扭蛋机来到台北嘅音样旁地杯呢？因为亚迪度嘅扭蛋真的是有玄机在里面哦。亚迪杯其实就是植物，然后植物含之后再拿来种东西。要贵也都是回收再利用的东西。对。哦，所以我现在应该怎么来正确的玩这个扭蛋里面的东西呢？先把扭蛋打开。打开。对，然后我这个扭蛋里面有3种不同的东西。3种不同的东西。像我的纸盆栽是用再生纸去做的。哦，纸盆栽就是里面这一个，它是可以拿来种东西的。它就是代替土这样子。纸可以代替土。对。哦，啊 ，no boy 亚层，这层纸。那一层是我的说明的一个说明条，它也是用再生纸加一些植物纤维去做的，看得出来，它也是再生纸的纸浆。然后我们现在把那个说明条撕开，对，然后里面会有一个这个那个下面，还有这个黄色的，下面这个就是用台风草做的这个我们的纤维纸的种子包，纤维纸的种子包，古手亚 Noble 也是台风草做的纸啊，里面其实是种子，对，里面是装种子。然后这个扭蛋也是有作用，扭蛋壳，就是我是从人家那种环保回收来的。哦，对，然后这扭蛋壳就跟一般的小盆栽一样，都有一个小孔。哦，有带它有孔。对啊，可以代替一般的盆栽做一个漏水孔的一个运用。古手呀，就会跟他讲是代替泥土的部分，所以我现在要把它松开来。对，就是要在这个再生纸小盆栽上面加一些水，加一滴的水，要带它有孔，大家会注意哦，倒1点就好了。就是让它稍微湿润一点，就是这个。让它稍微湿润一点，然后用手或者是一些筷子去把它搓开。看一下对，我可以直接把它丢进去。可以。杯子里吗？你也可以直接把它丢到杯子里面。对，好，那我把它丢进去杯子里面，然后在里面bun吉拉拉，先让它湿润，不然它一直漏水。好，我先把它弄湿了以后。再给老吉冰都刚刚那个扭蛋壳里面这样子。先就是让它吸水，然后就是把它搅一搅，就会像。有，我看到它旁边的那个碎纸好像已经开始要分离了。对。古手这个其实是，No Boy 你一般。这个不要的再生纸，这也是再生纸做的嘛，对不对？像其实我这个就是用我们一般吃素食店的牛皮纸袋去做的。牛皮纸袋做的，然后就把它碎纸之后，再把它揉成一团。对，然后再做成这个小盆栽的造型。对，
然后我是主要是结合就是像农夫灌溉的一个概念。像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动作，就是在松土。松土。对，然后你加水就是在灌溉这样子。对，好，再灌溉。灌溉。那我再灌溉喽。够加一滴的水，落去有，它现在水就比较吃得进去。对。然后再把它弄松。通常我们都是教小朋友用手指去搅一搅。是。对。那个文书，哎呀，底部有一些碎碎的东西是什么啊？它那个碎碎的东西其实是我们的肥料这样子。有哎。对。它敢看，呀，底部有这个黄色的。那个就是一个肥料，然后让种子去发芽。哦，古手给它会继续把它，就是把它玩一玩，让小朋友有一个互动的感觉。对，用手接触泥土，虽然这不是泥土，但是里面还填眼个东西。就是有做一个体验，因为现在很多扭蛋啊，我觉得他们就是买了之后就是它是一个坑后坑，不用后坑，好看的扭蛋而已。对，就没有办法让它有一些。我就想说，让人家小朋友有一个自己去可以做体验的感觉。好，有。对，这样子应该够碎了。非常碎。非常碎。对，这样已经非常碎。鼓手塞好了，然后先拿去冰蛋。对，然后我们现在之后要把我们种子包撕开来。种子包就黑芽树烘压东西。这个是台风草的种子。对，台风草种子包，然后把它撕开。对，把它撕开。然后底部有引黑吗？里面就是有一些种子这样子。里面有种子，我看种子非常的小。我把它倒出来，本太雅看一下。应该。哇，好小哦。非常小，有点难。根本看不到哎。超级小在这里耶！对，所以我通常都会跟小朋友说，直接把它撒在我们的扭蛋上面。好，那我要把它撒在扭蛋上了。其实真的看不太到，就是撒在扭蛋上。撒种子的感觉。对，自己去播种。对，撒上去就好了。对，撒上去就好，只要在表面就可以。然后我们的这个纤维质的纸袋啊，它也是用植物做的嘛。你说这个吗？对啊，天然的啊。嗯。所以我们就把它撕一撕，动手现在把它撕成小小的片。一片一片的碎片，对，这样我们在撕的过程中可以体验到我们这个手抄纸的纤维哦，真的，去观察到它，就是它还有那个毛毛的边边，有没有？对，就黑影 V 呀，这个它是植物做的纤维，所以它是有毛毛的边，你可以感受它纸的韧性，对啊，对不对？它其实这个纸其实还蛮坚固的，在这个过程中去认识到什么叫做手抄纸哦，纤维纸，好有趣哦。然后它也是植物，所以它也可以帮助这些植物成长，所以它也是肥料的一部分。对。那最后这些再生纸的说明条就可以再拿去回收，这个又可以再拿去回收，对，整个就是做我们这个小盆栽零废弃，连这个扭蛋壳，它虽然是塑胶的东西，但是它也是回收过来的，就回收，然后再给它一个新的功用，让它延续它的使用的生命。不过像按用你把饮点落去以后，皮料不用落去以后，还要再加水吗？之后的话，就是你刚刚加水已经蛮够多的，对，然后。现在看天气的话，它如果天气没有太干的话，就不需要加太多的水，这样。对，按用机就会长出物了，它就会长出植物，然后等它长大之后再做一个移盆。哦，对。不过像按用跟扭蛋很可爱，你都不会没有看过，而且那一片当中再扭得到。现在的话是在我的粉丝团上面，或者是我去一些市集上面摆摊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像我粉丝团叫做胡子纸盆栽扭蛋哦，对，你们只要搜寻“胡子”2个字，胡子，对，湖边的湖，种子的子，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多种子，对，有大概哪几种草？我现在这里面有10种的种子，像有迷你番茄啊、迷你奇异果跟迷你西瓜这些种子，然后另外花花草草像幸运草，对，然后香蜂草跟百日草3种草，还有仙人掌。还有我们刚刚的黄金菊，跟我们的这个薄荷叶，还有天罗勒这4种，总共加起来10种种子。不过也得差不多应该都会算厚种的哈。对，这些植物都是我自己去慢慢种出来。你知道如果很难种，那个挫折感很大哦。故说其实也就会本人够神奇，还个了解用呀纸诶做的技术，再个利用做的做出很多东西，也是神奇嘅部分。不过其实喺客家嘅纸啊，有很多文化嘅部分都伫度哦。比如讲像苗栗组织嘅头摆嘅故事，头摆嘅来源係乜嘅？
像我自己知道啊，在台湾其实蛮多地区都在做手抄字的，像以前在基隆的地区或者是新竹的地区，然后在我们的苗栗啊，在狮潭那边，狮潭那边的以前的做纸的那些人家，他们会在门口挖很多一个一个的水坑，像游泳池这么大的水坑这样。干嘛？求水？就是还是养鱼？对，我本来以为他们是要来游泳。对，其实就是在狮潭的那边啊，就有很多的竹子，贵竹啊、麻竹，他们把它砍下来之后，会把这些竹子丢到水坑里面，然后拿去泡啊，用加水泡这样子，然后就称为纸糊。嗰首嘅地波冰都地度嘅，人家讲做嘅呀的，都会拿来做纸嘅。对，所以他们的做嘅头白做纸，没用来写嘅，不是写字用的。他们也不是拿来写，就是他们拿来就是做纸嘛。然后做完之后啊，他们就是其实台湾手抄纸主要的功能是拿来做祭祀这样子。对，我以为手抄纸是要用来抄写的纸，但不是。台湾的主要，因为台湾很兴盛的就是宗教拜拜嘛。我们抄嗰首头拜做嘅纸诶，就会拿来做金银纸。对，就是这些做好的手金诶，纸龙啊，他们会把这些还没有裁切的很大张的纸从狮潭，然后用扁担挑到头份竹篮去的纸厂。我知道了，古时候的苗栗有一类步道叫做纸糊步道。纸糊步道就是为了用来开呀的纸，开到其他手餐厅卖。就是去一些人多的地方啊，像竹篮中港那边就是很市集，就是有纸厂，然后那边是中港有很有名的金银纸的地方。对，然后那些纸厂会把它切成我们平常在拜拜在烧的金银纸这样。呀，黑头白呀，它应该比较没有。现在因为就是台湾的纸浆都是有靠国外进口，然后或者是一些土地开发关系，这些纸糊就是慢慢的消失这样子。没错，真的有点可惜。不过基本上还是做得用那种手工的方式，去认识头白苗栗做纸的故事，对不对？像我们手抄纸还有一个特性是吸水的特性这样子。然后像以前他们就会把这些手抄纸拿来放在棺材的里面，用来去垫一些大体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大体就是人死后会有一些排遗或者是脏的水，就是利用这些手抄纸来去洗它们。原来是这样，因为头白没可能用布不可能用布这些东西去洗，也没有冰箱可以保存。故说头白其实要的纸，除了下丝啊、出丝纹啦，还是有非常多用途的。对，像我们这个纸就叫做胎金大金啊，因为是大张大张的这样子。原来按的呀哈，基金。我某人记得要的词，包含像阿群我爱咩忙是糖果，基本上咩借由示意要在香港人同大家来再个分享苗栗做纸的个故事，还有多的故事要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有陣都復起來咧，我係做一群阿群妹，既然今日吼同大家來分享呀，用植物來做紙，咩分享到頭擺苗栗做紙嘅故事。不過呀哈吼，因為學文青來造紙，有冇？去架手工來做很有溫度的紙，對不對？對。那已經準備好這個紙漿在這裡了。這個紙漿的材料是什麼？今天做的是令草。令草、含醋，對，用令草來做的紙，哇，古時候也係愛。第一擺用含醋來做紙哦，那現在一開始它其實已經是混合好的紙漿在裡面。對啊，我們現在已經攪好一個一定比例的紙漿在裡面了。古手哎呀，它還是有點不均勻，所以我是要用手然後給攪掉啊。用手稍微去把它，因為它會沉澱，就是有點沉澱這樣子，就用手把它給攪和這樣子，然後做一個比較平均的紙漿。好，拉好了以後就是有一個像這樣子的網子。對，像我們有一個，我自己做一個小的10乘10公分的一個小網子，這樣子。哦，很可愛。古手這是體驗用的。體驗用的一個小網子。好，做好以後我就會撈起。把它放進去，撈直、超直，像撈金魚一樣。就是我們先以45度角，45度角，對，把它進去，進到水的中間下面一點，中間下面一點，然後再以平平的拿起來，
平平的拿起我要来。抖动之类的吗？不用，不用，因为它这个酱纤维就会直接浮在上面。你刚才按有看像是这边它的纤维分布有一点不均匀，它就没有均匀，然后你就可以先把它反过来，先把它盖在我们那个黑色的布上面。好，那我要去黑色的布上反过来，然后快一点。嘿咻，好，盖上去了。旁边它有一些须须，先把它拨开。拨开。对，因为这个须须就是正常的，它就是纤维很粗糙的感觉。拨开。对，拨开，不要让它连在我们的网子上面。哦，按钮会打不开，对不对？对，这样子会直接会整个粘住，卡在我们的网子上面。好，拨开了。然后再把我们的网子拿起来。拿起来，我需要再先吸一下水吗？先不用吸。先不用吸。对，先把它拿起来。好紧张哦！哎，它已经分离了耶。对，然后我们再做一次。再做一次，这个再做一次。网子，对，网子再进去。哦，要两层就超哎。对，我们让我们的纸比较看起来比较完整。哦，好，再勾一掰哦。对，45度。45度角进去。底下。平平的起来。平平的起来。好，这次捞的比较好，就是比较平均。有经验没？好，那我要移去黑布上喽。然后把它反过来。反过来。然后再盖一层上去，然后拿我们的抹布去吸我们的水。吸水。就是把水分吸掉。好。对。用像盖印章一样盖一盖。哦，对，按呢。好，然后再把我们的须须拨开。须须拨开。拨一拨，然后摆开来。拨开来。对。好，哟。好，哎，它其实这个令草的亚克想比也是很坚固的。对，就是用一个胶织的方法，然后把我们这个网子拿起来。拿起来。对。它就成了一张令草纸，然后我还要再把它吸干一次吗？对，你可以把它再吸一吸，然后就可以拿起来了。对，就可以拿起来。它真的可以拿起来吗？它是慢慢的就可以把它撕起来，它把它交织起来。它现在还湿湿的，可以。等它拿去晒太阳。好疗愈哦。这样子就拿起来了。对啊，像我们就是干了之后就会变成这样子颜色。对，古手牙就真的拿来塞着，就是用令草做的纸。可是我觉得很巧哎，因为琼亚喊草的美丽的碗里，出产非常多的令草，周董都凑枪。对啊，是有什么原因让你跟院里的令草来做结合吗？哦，因为令草在苗栗院里那边有一间叫做令子的工作室，这样子。那个令子工作室是一位叫廖野雅的老师开的，然后我跟他都是苗栗联合大学工业设计系毕业的学生，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我就有机会去认识到令草的制作。但是怎么会好好的？你知道令草它有非常多的经济价值啊，突然间怎么会想到拿喊草来做纸？哦，因为那时候在认识令草这个令编的时候。就是发现他们有一个动作叫吸草，他们分析的吸，就是把一些不好的令草，或者是不适合拿来做令编的令草，就会拿来这些令草会拿来丢掉，或拿来做烧气的一些农业废弃物。那时候我就想说，试着把这些令草拿来，因为都是植物嘛，想说拿来做看纸这样子。对，故事就成功了。后来我是有去查，因为令草就是算莎草科的植物，对，也是纤维很多的纤维植物这样。对，故事没做点拿来做。不过除了令草以外，其实市役还有同非常多在地的农友来做不同的纸，比总共有United也是跟在地农友合作。像我有跟另外一个在苗栗的青农，他们是叫做橘二代，对，他们是种那个茂谷柑，对，小小颗扁扁那一种，对，他们就是满山满谷啊，在他们家有满山满谷的茂谷柑这样，就他们采收之后会有很多的农业废弃物，像那叶子啊或梗，树枝呀的树牌，对，就容易就是树叶吧，对啊，然后他们要丢掉，我就想说这很可惜，要不要拿来试着做一下？我就把这些树叶或者是树梗，还有这个皮。就拿来做成我们的柑橘子这样。故事其实也有柑妹，妹黑做的拿来做纸哎。对，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纸灯，就是用我们的柑橘子做的，好可爱哦！而且它也是一样，有就是一点一点的变化在里面。对啊，这些都是我们的叶子啊。
对啊，柑美跟亚贝同柑美跟可能苏帕亚的有这些纤维去做出来的，很有特色的纸。跟除了柑美以外，还有其他的吗？有其他的？其他的还有像我们在新竹的12寮那边，峨眉湖里面就有很多的那个像那个布袋莲，对。这些布袋莲啊，他们就是满山也是因为太会长了，然后他们在地的这些朋友就想要把它做成手抄纸。哦，对，我就是帮他们把它做成一个手抄纸这样子。对，啊。故說其實像按用無可用有菜體體色嘅字，唔但搶做對本體嘅認識，做字嘅歌唱，咩做對本體嘅含卡了解菜體嘅也得弄中，對不對？那除了像這個我們讓大家更了解在地的作物以外，其實沒有同生農教育嘅科場地度來做結合。對啊，像我之前啊，就是因為受邀，然後去苗栗通宵一個平頂國小，去做一個食農教育的手抄紙的教學。哦，對，所以是搞太嘎七嘎周子。对，我是去教他們國小1到6年級的學生。好可愛哦！其實聲音呢，有次都很神奇嘛，就是他們課本用的紙啊，或者是考試用的紙啊。他們那時候就是在學校裡面，因為他們算一個比較偏向國校。對。有1到6年級的學生加起來不到30個這樣子。哦，還我以為你教很多，沒有啦，開玩笑。然後他們就是有種一些香草植物，像馬鞭草或者是薄荷葉這樣。我就把它加到我們的再生紙裡面，就會變成一個香草籽的紙漿，就是那個紙漿打出來啊，整個就是飄散那個香草的味道。所以加到這個周子地拉那個紙漿的時候，就會披到很療癒的芳香。對，然後他們還採了一些小花去撒在這些紙上面。所以那個紙也會有花的形狀看得到，就是他們就是也可以把它蓋起來，就有一些小花這樣。然後後來這些小朋友就把這些紙帶回家，然後每個人都很開心。哦，對啊，就吃愛法的會心思，就可以把七嘎周給紙做得很有自己的特色。對。对，而且像今天帶來的很多商品啊，我都覺得看起來好有溫度。七嘎就會東上會來做坤啊。其實如果七嘎一周是可以做出很多不同有自己特色的商品，對啊，對，很有趣，很好玩。不過像按用周子啊，我覺得你試了非常多的植物，像你遇到學校裡面以七嘎有重要的有香草嘅成分，你就想把它加進去。那你自己在嘗試的過程當中，有做唔成功嘅冇？有失敗的經驗嗎？失敗經驗很多啊，然後很多是不是？對啊，因為像我自己，其實我不是拜師學藝出來的，我是自己去查很多不同課本資料或者是一些文獻的資料，慢慢學習。像我之前嘗試，像苗栗的公館那邊有很多芋頭，我就想說異想天開啦，把芋頭的皮啊，他們這些農業廢棄物，感覺可以呀，因為它也是很粗糙的纖維。對啊，感覺很粗糙啊。可是我拿來做紙，我就是直接拿來把那芋頭皮拿來泡水。對。可是泡水就發現那個芋頭皮上面有很多芋頭肉，還有它很多泥土啊。芋頭肉應該可以啊，因為芋頭肉是澱粉類的。就泡一泡之後就變成芋頭粥，你知道嗎？就像泥漿一樣啊。然後後來我才發現，哦，原來是它的纖維太少，這樣，然後就不能做，然後就只能把它倒掉。對。可是我就是從剛開始做到現在，大概1年左右的時間。就是發現其實是雖然就很多文獻或者是課本上面有寫說怎麼把植物做成這個紙漿，可是後來我自己實際去操作的時候就發現，其實真的要把它做成紙漿是最困難的。所以其實俗當香港誒，不見得適合每一種實際操作的作物。對，真的要去自己實驗這樣子。故說我知道應該都你周子嘅呀1年當中，應該認識了很多植物吧？就還蠻多的啊，就是一直去嘗試。你本來對植物有很多興趣，或者是？我自己本身就是一個都市小孩啦，因為我都在外面，然後我對植物其實沒有很了解。哦。對啊。所以做紙之後就瞬間認識。做紙之後就慢慢去學習這樣子。哦。對啊，去看每個植物長得怎麼樣子。就像你說你是都市小孩，一個都市小孩用會想到講我去苗栗學做紙哦。其實我是在2017年的時候參加了一個叫做苗栗青年回遊創業工作坊的活動，這樣子。對，在工作坊的時候，我們就去參訪了5個不同苗栗算是有點衰落的產業，像是蠶絲，或者是
就是竹编，还有蔺草编织，跟原住民文化。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手抄纸。然后手抄纸的部分啊，就是那时候我们是去苗栗大湖，一个叫张秀云阿姨，她开的一个水妹手做的一个算纸疗，然后我们有去体验做手抄纸这样子。那时候我就发现奇怪，为什么苗栗有这么厉害的一个工艺，我怎么不知道？而且其实琼雅它这个文青这么多吼，他把看到按有很漂亮的手工纸，都会很想要，不管是拿来写字，还是说拿来做卡片，其实有非常多的用途，包含看到给呀天凤美，甚至还可以拿来做这个盆栽，像我们的扭蛋。对，其实有非常多的用途。故说，其实这份唔单枪做拿来身后，阿 Q 妹妹给我们再重新认识植物，也谢谢诗怡今天跟大家分享，谢谢。谢。每什么天司机条件观众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琼下来做运动了。